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 2A 班鄭佑希，又嚟到我哋校園電視台嘅早會時間。首先，我哋而家先有安靜嘅時間，以祈禱開始今日嘅早會。我哋而家將時間交俾樂道中學校牧周鳳明傳道小鳳姑娘為我哋祈禱。黃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哋一齊同心嘅祈禱。親天父，感謝你，因為我哋已經踏入11月，我哋喺學習嘅旅程已經過咗2個月份啦，讓到我哋都有好嘅心態去預備我哋自己。因為嚟緊12月嘅月頭就有第一次嘅學期考試，求主你親自嘅保守。知道今個星期有唔同嘅同學有考察啦，亦都有學生長嘅訓練營。求主你保守參與嘅同學，讓到佢哋喺外出嘅時間都有平安嘅腳步，有好嘅天氣，亦都可以享受同老師同同學之間嘅相處，可以喺戶外嘅地方都有好好嘅學習。求主你帶領，讓到我哋有好嘅團體合作嘅精神，亦都享受當中學校所安排嘅活動。感謝你，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唔該晒小鳳姑娘，今日我哋好開心有余麗卿老師同我哋分享，將時間交俾 Miss Yu。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余麗卿老師。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浪子回頭嘅故事，主人翁就叫做呂宇俊先生。同學，你有冇諗過點解今日你會翻嚟學校呢？翻嚟為乜嘢呢？當日呂宇俊先生返學都唔知為乜嘢嘅喎，所以最後佢會考係得到0分。咁後來佢加入咗黑社會添，但係佢就迎來咗佢人生嘅 U-turn。佢揀咗正確嘅路之後，咁居然佢嘅人生係有180度嘅改變。咁事不宜遲啦，我哋一齊睇下佢嘅故事先。有一個人對人生作出咗唔同嘅選擇。結果佢從0分嘅會考生變成中學老師，從黑社會成員變成香港傑青。但係當佢得到人以為不可能有嘅成功時，佢話心裏邊仲有一條刺。呢條刺究竟係乜嘢？佢又需要做出一個點樣嘅決定，先可以消除呢條刺呢？喺中國，教師呢個身份歷世以來都意味住受尊崇、有威嚴，甚至有聖人嘅形象。就算到咗現代，教師2個字都透露出嚴厲同威信。但係喺香港，有個人佢同一般教師並唔相似，佢經常會上堂講笑話，放學就同學生玩桌球、電子遊戲，仲一齊學空手道添。而呢位老師最出名嘅地方，並唔係因為佢受學生歡迎，而係佢擁有2006年香港10大傑出青年嘅榮譽，同埋神奇小子嘅稱號。咁究竟佢嘅人生點解會咁神奇？又係乜嘢力量推動佢登上高峰呢？其實都真係算單親家庭。或者話嗰個單親其實就唔係爸爸，唔係媽媽，係我阿嫲去照顧我。其實叫做有阿爸喺度一齊住，不過佢成日都唔喺屋企，因為佢係一個黑社會嘅人，佢都係一個吸毒嘅人，所以佢話有時要避難啊咁成日都唔喺屋企。咁我媽咪咧喺我3歲嘅時候咧，真係整唔順，因為我爸又唔俾家用啦，有一個吸毒嘅人，所以就擺低咗我走咗。破碎嘅家庭令呂宇俊擁有好低嘅自我價值。喺學校成績亦都係班裏面最後幾名，於是佢認定咗自己唔係一個讀書嘅材料，仲不時違反校規，被學校記過。當人做決定嘅時候，都會期望呢個決定可以帶嚟自己想要嘅結果。選擇加入黑社會嘅呂宇俊，原本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安全感，但好快佢就發現自己做咗一個錯誤嘅決定。偷竊、收保護費、毆鬥，帶嚟嘅係更多嘅擔驚受怕。而呢個選擇，亦都令佢得到會考只有0分嘅後果。我去見工嘅時候，我坐喺度，個老闆坐喺對面。
佢望完我張5個 U 嘅成績單，接咗一聲，跟住再望住我張鬼5馬6嘅履歷表，跟住好囂張咁望住我最身前個頭。佢同我講：佢話你憑咩？你憑咩？人哋問我憑咩，我都冇嘢好講。我嗰時就中意打機同打桌球，唔通我同佢講話老闆，我晚晚打機都升呢㗎咁啊？唔通同我老闆講，老闆我好多武器，我同你交換啦咁啊？咁唔得噶嘛！我覺得好灰啊！好灰嘅原因就係我自己以為我坐到中午就有個資格去揾工，我以為我自己嘅選擇會啱，點知我越揀越錯，越揀越錯，最後去到人生嘅低谷。我唔知大家知唔知 U 係咩意思？喺會考成績單裏面 U 即係不予置評，英文係 unclassified， 好似全世界話俾我聽你衰到貼地。乜嘢為之贏？乜嘢為之輸？好多時人去到低谷，先至發現自己嘅力量有限。但咁樣並唔代表自己一定處於劣勢，因為喺低谷裏面，人可以望得更遠、更高。我嗰陣時好慶幸，就係我細細個返過教會，我聽過一個故事，一個比喻，就係叫浪子嘅故事。佢話嗰個小朋友都好曳，嘥晒爸爸啲錢，最後要望住兜豬哨，因為佢要做一份養豬嘅工作。佢喺度諗食好啊定唔食好呢？食又好似好折墮啊，但係唔食又好似好肚餓。結果好在佢諗翻起佢屋企有個好愛佢嘅爸爸，原來佢爸爸一路就喺個村口去等緊佢。佢一見到佢個仔咩都唔介意，就係攬住佢個仔，唔介意佢個仔好污糟好邋遢，連鞋都冇得着，就係攬住佢。我諗翻起呢個故事，我望住嗰張成績單，我相信就好似嗰日嗰個浪子望住兜豬哨。我諗翻起教會會接納我，我諗翻起上帝會接納我，所以我再翻教會。而當時被嫌棄嘅呂宇俊得到教會長輩無條件嘅愛，令佢重新有力氣去走前面嘅路。我諗佢係好中意大人帶佢一齊去食嘢，咁我見佢食嘢嘅時候好 enjoy 好開心，所以每一個禮拜日咧，食早餐食麵包啦，咁跟住下晝飲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可能係佢童年一個嘅滿足嚟嘅，咁我都覺得我好開心咁樣去令到見到佢食得咁開心啊，咁我都好開心嘅。我好記得嗰陣時，淑芳姐就算俾個麵包、一個菠蘿包、一個雞尾包，2蚊3蚊，你好少嘅付出，但係對我呢啲一路缺乏愛嘅人嚟講咧，其實嗰個行動係好緊要。喺教會中得到接納同幫助嘅呂宇俊，決心成為一個可以幫助別人嘅社工、牧師或者教師。帶住呢個目標，佢離開黑社會，重新返回校園。但係對於10幾年都冇認真讀過書嘅呂宇俊，要獲得好成績，好似係一件冇可能嘅事。我攞0分咧，就肯定係時間嘅累積嘅，即係我一路都冇勤力，所以先0啊嘛。咁我中間即係唔讀書就有好多即係令到自己唔讀書嘅壞習慣啦，譬如打機啦，譬如瞓覺啦，譬如聽歌啦，譬如打桌球啦。咁到我真係要再讀書嘅時候咧，呢啲一定要減到最少嘅。咁然之後咧，點樣戒咧？其實最緊要就係我成日都話，你有個清晰嘅目標喺前邊咧，你做好多嘢咧，你知點樣選擇嘅。要堅守目標，走一條正確嘅道路，一啲都唔容易。但係呂宇俊知道呢個目標合乎上帝嘅心意，上帝一定會幫助佢。而回首過往歲月，上帝的確喺佢身邊安排咗唔少天使，其中一個係楊木谷牧師。好多時，牧師都會鼓勵咗我。佢其中一個我好深印象，就係你一定要有目標咧，你中間先知道做啲乜。如果你冇目標咧，你中間就喺度遊魂噶啦。或者個目標就好似一條隧道嘅出口，嗰點光
如果你肯行咧，你肯行多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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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粒光會越嚟越大。但係如果你成日就喺呢度坐喺度話，我唔得㗎啦，呂晉咪得咯，第二啲咪得咯，咁你成世都喺呢度，你成世點光都係咁細點。咁所以就係，即係真係你肯拖住上帝隻手咧，你嘅生命可以好精彩。擁有強大支援嘅呂宇俊，第2次會考獲取19分，大學嘅時候以1級榮譽畢業，之後仲修讀碩士、博士，成為一位中學教師，被稱為0分阿 Sir。2006年，呂宇俊因為人生戲劇性嘅轉變同埋春風化雨嘅心智，被評為香港10大傑出青年。佢嘅名字亦都一夜之間家傳戶曉。冇錯啦，呂宇俊先生由一位好差嘅人，然後佢浪子回頭，回歸上帝嘅懷抱裏邊，然後自己為自己 set 定呢一啲目標，一步一步咁樣改變。之後佢成為咗中學老師啦，成為咗傑青啦，成為咗校長啦，完成埋碩士、博士嘅課程，而家仲成為女牧師添。同學，我梗係明白大家都唔係呂宇俊當日咁壞嘅，但係佢願意懸崖勒馬改變自己，為自己設立咗目標，一點一滴咁樣去成長。佢可以向着目標咁樣完成，只要你哋願意，一樣得嘅。嚟緊就係第1學期嘅考試，大家 set 定目標之後，就要努力咁樣去完成啦，一步一步咁樣做，成為更好嘅人，加油啊！好多謝 Miss Yu 嘅分享，今日嘅早會時間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將時間交翻俾各班嘅班主任，拜拜。